寒假工保安小哥拿來個舊包，提手斷裂包型也不成樣子，這個狀態還能認出是耍牌嗎？他說這是高檔小區巡邏的時候垃圾桶撿到的，應該是業主丟棄不要的。偶然間看到朋友推薦，看到我會改包，讓我看看能不能改個百搭能裝的包包，準備開學送給女友當禮物。提到手工費，小哥有點擔心，他說自己第一次寒假兼職工資不多，預算不高，希望可以便宜點。看着他真誠又為難的眼神，正好復工開年有改造活動，這次就免手工費幫他改，光是清洗紙就花了大半天時間。上面完好的，我決定最大化利用，無論是前期的五金輔料準備，還是走線車縫的手法，我都絕不敷衍湊合，盡善盡美。家人們為了趕工期，做出完美效果，我連週末回家的車票都退了。要是連一個支持手藝人的愛心都沒有，我真的會很失落。老闆還半開玩笑打賭，看之前也沒人支持，一個小心就給我1塊錢車票補貼。我現在真的太需要大家支持了，點過愛心的家人我都記着，以後改包直接去吊公時。經過漫長的拼接組合，時尚百搭的圓餅包終於完成。喜歡的話評論區扣我想改。